歡迎收看一皮嘢去英國。今日第一日經湛江聯運去北京，湛江的士粉紅色的很可愛。湛江機場好先進，無台階行李託運，話咁快就上機，仲有人 say goodbye， 真係好服務。有飯食，一份雞一份牛，3個鐘頭飛到北京。到啦，北京乜咁鬼凍？拎行李去中轉服務台等車去聯運酒店，酒店好似樣，好多外國人入住，迎賓水無限量供應，免費酒店正，房間乾淨衛生，洗手間水壓水溫充足。過海關先知，而家充電寶要有3C 認證，只好閃求一個新的。話咁快食早餐，酒店品種都幾多，跟團去要集合開早會啦。今次領隊講得好仔細，出嚟啦，有集好信息。北京機場好大，要轉小火車，好得意，有紅綠燈，綠燈啦。唔知你有冇聽過呢首歌？你收了行李，下個星期要去英國。遙遠的故事記得帶回來給我。我知道你想要，卻又不敢對我說，因為我已改變太多。首歌好舊，但去英國就會諗起曾經有些人好熟悉，但係再見面就不知道從何說起。好似香港巴士站，但係你知道呢度唔係香港，一個又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今日酒店好 OK， 聽日去劍橋。